嘉义闽乡的大士爷庙是嘉义闽乡真重要的信仰中心。旧历7月21到23有大士爷文化节，是嘉义县一年一摆的重要宗教活动。为了要让民众会当更加了解在地的文化，嘉义县当地的文化协会有特别规划文化导览的活动，而且佫办到要让大家体验在地的特色。为民乡火车头出发，打鸟街坊文化协会文化导览，带大家入去菜市啊，各用办道的方式了解民乡的特色。每年的这个大士爷的下街，下街就是阮遮的祭典的时阵，阮遮拢会办到，因为阮要让愈侪人会使来认捌民乡遮的特色，所以即届是找一只市仔的一寡在地料理。之前这样子走一圈，然后这样子在桌上吃，我觉得就是透过吃来更进一步了解民雄这边的店家啦、饮食、风土习惯这样子。旧历7月21到7月23是嘉义县民乡的大士爷文化节。在地文化协会会先规划文化讲读的内容，希望大家唔那只是来参加闹热的宗教活动，嘛会当入捌这店背后的文化意义。大士爷祭其实跟民雄它有一点是等号的一个感觉。对于我民雄这个地方，然后市场跟大士爷庙的一些历史有蛮多的认识，觉得蛮开心。比如讲放水灯啊，我会带大家按照实际的放水灯的路线，然后带大家去看说哦，今嘛可以是安那进行的啊，在地人今嘛伫咧做啥物。当年旧历7月大士爷文化节是嘉义民乡的重要活动。文化协会指出，除了放水灯的仪式，也佫有大士爷开讲可以画成真的导览活动。最后，佫会带大家去到一寡在地知名人士的故居，和大士爷文化节活动加添民乡在地历史记忆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